台南有一间日本料理的餐厅，头家朴文章讲伊收到顾客2000个无好的评论，原因是这个顾客女朋友去伊的餐厅食饭的时阵，一直偷偷看头家，转去了后，佫一直学到头家真缘投，所以这个顾客就留言讲后一届袂过来啊。 佫互伊2粒星无好的评论，这头家是真无奈哦。啊，网友滚生笑甲安慰，讲迄个顾客所食的，毋是错饭，是伊食错咯。切沙西米真专注，另外一段影片做年纪里真紧佫熟手，甲苏式摆盘真有路。台南这间日本料理餐厅，伫咧网络顶有真好的评价，毋过最近头家是无奈破文。 讲打困醒收到 Google 的信息，一个新的2粒星评论。详细看内容，人客怨叹讲，进前女朋友一直吵讲要来餐厅食饭，带来了后食饭的时，女朋友一直甲头家偷看，转去佫一直讲头家不离啊缘投。最后人客是气到讲袂过来啊，因为外形，所以人客评2粒星，互头家是真无奈。网友看到就讲生笑老话讲，我食的毋是错饭，是食错。嘛有人讲是帅到分手，毋过有更较侪人。 好奇讲，头家到底是外缘投？还蛮帅的啊。他很帅啊。哎，那你们如果说带女孩子吃，会不会有压力啊？我这个年龄不会有压力。厝边讲头家20外岁，人真有礼貌。其实为头家分享的影片，就会当看到伊工作的时真专心，有影会互人想要加看一个。不过因为外形惹到人客，所互人客留2粒星的评论，应该嘛是伊料想未够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